7號嘅下午，正確時間應該係4點9個字咁上下。當我翻嚟嘅時候，我就發覺我哋嘅屋企就已經俾一隻狼種嘅狼犬搞到咁嘅樣。當時一入門口，見唔見到啲 temple？ 我哋隻可愛嘅狼犬就用呢啲 temple， 唔貴唔揀嘅 temple。嗱，唔知搞乜鬼，就應該係講隻牛嗰樽洗頭水，佢可能想自己沖涼，枕頭，仲有我哋嘅電話。我哋嘅電話，你等等我攞俾你睇睇，因為我已經執咗佢上台，原本喺地下㗎，原本喺地下，嗰條線已經冇咗。原本喺邊個位置呢？係喺呢一個位置。佢可能枕住個枕頭同 BB 喺度打電話、傾電話、煲電話粥。係邊一個人所作所為咧？呢啲就係我哋愛犬啦。因為我實在冇佢唔掂，所以我同佢戴咗口罩，然後綁咗喺度門嗰度，等我清理現場。佢而家就好努力咁繼續喺度破壞啦。嗱，見唔到嘛？見唔見到？嗱，佢繼續係咁喺度破壞，繼續破壞。哇！你睇佢兇惡嘅樣，繼續破壞，繼續破壞。各位，佢同你喺度問好。佢話 I will be back。哇！黐線！你睇下，佢就係咁樣破壞我啲嘢㗎啦。哇！唔得！